准不赔，我是安尼那里讲出来。哦，就是讲天伊的准，伊拢无讲无答，无生无死，但是不赔，无感觉我遐尔贵重，甲生命。若感觉讲我遮尔贵重，迄个无比赛比好，知道无？哦，所以讲咧，即句虎豹之言，以上自言，准定律，就是讲咧讲保留我出任何的英雄，也就是保留这个绩效不受人赞美。你有何乐啊？无何乐啊？因为自言就是本来自己就是要这样做。何乐你看你何乐？这样奉传，不是奉传的，那么所以修道不要自命清高，道德真正的内容就是表现为自言。所以咱咧讲的自言这个道呢，那么由于就是准理不准，伊家己无认伊家己准理，但伊无认伊准理嘛，所以讲呢，咱在后天之道，后天之。咱修道，咱会当真正一光归业，所以讲呢，咱来表现为自言，自言，紧啊，咱毋是咧做风评，咱来甲家己上好的呈现，来布施给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，给自己的会面，所以讲呢，乃心不，乃是无心也不，依法不，各自言依心，各自言。所以是自言的准备，安尼就变咧，那会当真正有用，安尼嘛当真正符合咱修行学道的人，那么呢，也吞不输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谦恭如来，咱一定要谦卑，安然，安尼咧会当后发了着即个天地啦，咱一定要后天发地啦，伊尊重咱。你若要修道，不断的膨胀自己，那是背道而驰。安尼无法度达到尊道贵业。那伊今日呢，或是将比了解这个主题，来做发展啦，所以讲，讲到安尼，大家听，或是不知道，听落来呢，希望咱大家当多包涵啦，体谅，爱当做指教。最后敬祝咱各位先贤大德身体健康，福慧圆满。感谢洪助理慈悲贤大的功，坤大力功。我们再次以高度掌声感谢洪助理。接下来是休息时间。